CRE BLNST 快問快答考試模式篇。 CRE 有幾多份卷？咦，我知 CRE 有3份卷，包括英文運用、中文運用同埋能力傾向測試。每份卷咧都有45分鐘嘅作答時間，全部都係選擇題嚟㗎。英文運用有40題，有呢啲題目類型。而中文運用咧就有45題，就有呢啲題目類型。而能力傾向測試就有35題，有中有英，就有呢啲嘅題目類型。CRE 試卷點分成績？我知中英文運用咧係分2級、1級同埋唔合格，2級咧就係最高等級，而能力傾向測試咧就淨係會分合格或者唔合格。咁 BLNST 考試方式又係點呢？咦，我知學位或專業程度職系嘅 BLNST 咧都係選擇題，會測試考生咧對基本法同埋香港國安法嘅認識，題目係中英對照。考生記住3、2、1，喺30分鐘以內完成20條 MC， 答啱10題或以上就係合格㗎啦。成績就只係會分合格或者唔合格。下集我哋會講備戰攻略，記得留意啦，拜拜。